今年这个茶馆啥钱可值钱。两者来有这样感觉吧，烟那啥我那花了东西实体才当嘛叫，实体当了可在日子你学不啥子，当了手脚没。这个可以搞别去这手脚没事。这别心啥没打别心啥子热，样样别心啥子。这羊年猪笼红海了，三年猪笼。好了。一弄一样都出来个在上大年猪笼。好了。这个真的没那个这猪笼。听啥我别心啥就支持宝就知道没有？好嘞，支持宝家猪笼子说话了猪笼没？说话见说话帮没？好嘞。支持宝就是他支持健康宝率是困都知道这个。困都知道了没？都知道了，都知道他把营养都知道率是。营养都知道了，这个拿水困啥都知道了没？都知道他主要你胖的后你们上吧？好嘞。对他是没接龙王呢。黑吃龙王。黑吃龙王。黑吃龙王嘛。这您可是该是都知道了没？您可是知道没得？听啥？我看啥你只要你别情况那个东西啊，那你马上。别情况那个养的肯定等你哭起来肯定哭，神经然后你是神经然后讲。好了，打死你这就啥的。打死你这肯定哭，这多少半了讲。好了。好了。这你要红海然后这多少半了讲，你要。好了。蘑菇生半了讲。蘑菇生就去闹嘛。蘑菇生要没。日本打死蘑菇生就去打光吧。去闹呀。去闹。蘑菇生是就没有啥就是啥你往听就可能是。你只有蘑菇生是这样嘛？这你看这个是亏你亲戚那个生产。好了。要么啥节日。好了。你这个多把亏你个这你咋生嘛的？一般咋生嘛？不咋生嘛的。就给你个那你供拿钱没？供拿钱没？好的。咋生叫黑马咋生？黑马咋生是个当年一下子咋生都是咋吃亏咋生嘛没？真生咋生吃亏呢？好的。咱你是最喜欢个真的。就屁股都吃黑了没有？你给你搞啥东西不是吃过？好嘞。就给你搞那空啥八棍那个啥还是？那八棍咱一下嘛都是很快改生活了，那边那是这年样那边那是改苦了没得。就啥我可以给你搞啥圈儿不是很啥个样嘛个当。圈儿样嘛个当。吃养原因嘛啥？圈儿跟这个国家的，可是官方他是我。听着可能。那个就给你圈儿大美食大家就大。国家的官方是最硬，听着他可是我这听着都可大了。听啥我呢？听打可你搞啥？让不啥东西就是啥？让不啥那让这边的话，或者给你图给你个把染来呢？是让这个大了。让这个大了。让这个大了。就跟这个有这个花那个就呢，或者给你图给你把肉大点拿光一点。那你们看过？咱们让这个大了。你都看过。你蘑菇生是伢子儿啷啥？伢子儿上的嘛生的。你蘑菇生比较可真的嘛个你一下对那王人。好了。跟你搞你家生就是跟这入口手。好了。你给我家生长哪了都讲。好了。现在给你胖没给你做。胖没。好了。听我该这长哪了头，我这嘛主要是讲这个是拖着后边头讲。就啥我日本搞的这咋生态嘛啥？日本搞的光没。你该日本看是个这当时你这个社会这个。当时你一家务养了一个家务了。好了。这一个家务这是帮没。就这个帮。一个帮没。这日本楼角抽抽啷吧。楼角抽抽，你这是这个楼角这是过那个事儿嘛的。好了，你们担心二三是来过。担心二三可能都光没得。好了。真大个都要没。你啥问题咋生就也没得咋生是吧？咋生就是这黑马咋生也帮。好了。白马天将军也帮。好了。这是喇嘛胖也帮。喇嘛胖就是样的，等间不是在。等间也帮。好了。你可以让罗子天王是该罗子天王只是等间光。罗子天王等间样子。等间光。好嘞。罗子天王是还是喇嘛胖嘛？喇嘛胖。你这搞这你这大哥没这样嘛光没行。那这跟他蘑菇生啥？这是国面可能你没有人家个吃打过吃天光了，不是可能那你那么个。一样个那的。但是看没有人是打他们那个搞那吃天光了，可能个把那一只，那你看过？那你看过？那你这个真看过。还没有人家个打裤子过那个啷个噻？好了，跟真是打他们那个，你那吃天嘛是过那，然后可这不都啷个？那有可能没？那你看过？
你这搞起个困个那是旁那个那啥啊，kur了头上了。哎，亲戚都讲。你给我改天那这养的，他年头给这个一个沙梨，你给我拿到那个沙梨也不知道叫，就都估计大象个沙梨你给我拿。我感觉沙梨跟儿你给我拿。哎，沙梨跟儿你给我拿个干沙梨后边是这样的。沙梨跟羊后边，跟你胖个这个胖后边是这样的，这样个是可怕是的。感觉沙梨跟儿这样在胖个儿像哎呦，可是这样个。你看沙梨也是个你这。是，跟你沙梨也得到。沙梨也得到没的。你们跟你这锅儿胖了是打老没还是啥？哎，这打老没，跟你搞自己跟这胖是打老没。这啥我肯定会锅儿肯定害到了没？你胖你锅儿肯定啥不炖适合肯定。炖适合这搞啥吃羊不娘们儿咋不老搞？你看个娘们儿咋个该吃的最清那个啥？贵吃搞啥是锅儿肯炖成这里去，感觉肯定害到了没？害到了。因为跟这咋是不是锅儿肯定搞啥炖是眼天儿都是搞点白炸，跟那个没弄过。听他这个。要不看到过。俺就肯定搞去或者是那看儿。听他是帮。那看到人。哦嘞，听他讲帮。听你去噻，这个是。听你该是吃羊肉了没？该你是搞这吃搞这肯定搞这个那些肯定搞这黑辣那个该东西你吃大酱要么他这肯定辣辣大酱啊，该你搞个东西你这黑酱。这啥你跟你炖你搞那喝啥个盐到放啥那是，人搞么那啥吃。搞么那再要黑了，你该养个那个这那他给他进都叫没？给你要么炒个这要么黄豆一块炒这个是这金滩帮老婆蛋儿。不蛋帮那是羊眼儿就帮那个。你就看锅肯定啥喝上的。锅儿喝啥喝该是汤都不还就。跟你汤都不还啥就。真的不好，你没吃过你光没有？吃过光没吃，这玩意儿光的。看起个大了。这都是真大光没。这种东西不是给你搞啥？街里上东西让你天门里这他忙的哪个去了？天门里真的是那这天门里那个真的喇嘛旁边啥这个那个咋个？喇嘛旁边这块咋是不是天门看嘛？天门那个。天门嘛，锅儿炖啥子了？锅儿炖是那个还不是连人大，你看锅儿旁那个是不是但天门的那个咋了？你看你喇嘛旁。喇嘛旁你该走那走那什么？搞啥说话？他这是天门的走一块了去。这天门这个为了害我。嘞。你们喇嘛旁圈儿那还是这样打了？圈儿两个打了。圈儿那还是这样打了。真打个对了。其实我感觉很多人节假日跟你个困死来生活那来吃啥都还没光。来生活那来吃啥好？跟没得那光。这搞多是这节假日找给你们打算跟这些还是还讲了。这搞啥来生活那不是来吃啥跟这天不是。其实我跟你个啥盒儿子不是吃那别辛苦啥，都跟你个这别辛苦啥子吃年这个他跟你东西这孩儿那是有啥？这东西这孩儿那说没得让你跟你这那往旁边这还生啥跟你这养殖那孩儿还喝龙生都是三都生那养殖那孩儿啥苦？养那三都生。嘞。三都生那养殖那孩儿啥苦？跟你这东西还大孩儿啥龙？咱问你三都生这肯定是三个旁边的是。三都生就感觉这专门这旁个尼克奥的那个。养那尼克。葫芦啦尼克。我找这个尼克就是。三个。找一个尼克嘛尼克。一个尼克不那个尼克了，真的该这12个当点或者等点12个尼克。然后这三都生意不养在那个尼克的。你可要这样没感觉三九些尼克了。要么昆士个尼克的。昆士尼克。三九些尼克。因为你或者还要吃那啥了没？三九些那个是巴拉尼克。葫芦那尼克是巴拉尼克。巴拉尼克。听过该吃这个这前两晚和说是估计不拉伸进去。你会养成呢？要不然这博士模式这习惯好，和你这习惯这你这是。这你是挺不干这。一下我听过本儿浪干这。一下可这个你说这样个了，给你原子知识啊，这来本儿啊，你可这咋回事情？你可一下做本儿浪。你神经那上的，你这科学那可这些神经嘛。大明星那可是都做了本儿了，讲嘛。你有啥做了那本儿那讲可了，人家神经的。你有啥人这个帮控制心理清楚了没？你看这个控制别清楚了嘛？
这他就班儿吧。好嘞。哎，您可该原来这弄这个这是进个水路个叫这哈儿不叫这我还是这班儿叫啊这东西嘞。这个原的时候就神经嘛，神经原的时候就可这个是还是班儿了没得的。现在我呢，你扎身体杆儿你是那东西那还不来班了啊？因为这别情况了，其中别情况它就日本也没大别情况了的，扎身。是有些困。好的。这原子来就那个啥呢？那时候就这那个他是刚才这他是养啊这，或者是这个别次呢是这个他还这个别次呢这那个时候。好的。有些困那个红海啥个了没得叫肯定是红海啥是吧？红海了。红海啥是吧？好的。这话大家那是过过很大我说那个。满天下有瓜子人大你也是吧？这些都是啥呢？那这那个这就精神方面。精神啊，可以这那个时候肯定也吧嘛。你这是集中嘛你？好集中嘛。集中嘛。其实我们这扎身是很老啥过日，这样的呢？比如说你个儿都扎身，不是跟他共拿的那光是。共拿了没？共拿这个主要不是电矿。不要电矿没行。第三个你个儿都扎身，才跟扎身都，要么他男子匹配的嘛。男子帮没？男子帮。男子帮没？跟平常就挂那个。可是我去有些矿你看是你这个杆儿子那长长。你看到挂了到了。你都挂了到了，你都挂了。你都你这个子挂了那是。这真挂了。你正常你看到。你都挂了是吗？都挂了了。给你样放的样呢。好嘞。现在给你住那巴萨，眼你看到那嘛了嘛？都挂了。眼都挂了，你看到巴萨了哈。这别清楚，啥子去眼看那挂了，你这他巴萨了。从这个你描述啥位置过没？你看到的描述那样是那够了没？你看你扎身才就挺多挺棒。够了是。现在跟你那酒店住那不是玩那边？酒店玩了没？酒店玩了。酒店不去打算没跟你。因为都铁人都不是给搞出去的，那旁为啥个亲戚来走上面？这你别不是给亲。你别不啥，你别个看个亲戚打旁推帮完打。还是挺难。不是推帮个啥，这个是那这样过了的慌啊去。还是挺忙。挺忙的。你别看过了的慌还是。像我呢，那扎身才过日子，别情况不样东西嘛。你啥不是这个的？啥帮？啥能啷个解？啥帮？啥来就是困点能拉光。是能啷嘛？是能拉。你啥酒也没得品种的，也没得啥的。啥是呢？这要么没细菌啊没？好的。你看个细菌嘛的。好的。你这个毛刺的细菌。好的。你手的细菌。好的。你好多过来可这个厉害哇。因为你那涂啥没啥叫看嘛。涂啥没啥菌的，都是。你好多过来可这厉害哇。花儿你说这个厉害哇，涂啥没啥说涂啥嘛没啥我拉行涂。你好多行涂过来可。过来可这个厉害哇。厉害哇。你这块涂啥不是？这块涂啥不是？现在还是个花嘛是还是走好的嘛？啥你看这个了嘛？你涂啥不是？你也就换了那啥不？但你这克拉西克这个，你别信那克拉西克，给你这涂水也有几靠上口的。涂水也有几靠上口上头点挖口。挖口上该涂水那位了。你涂水也贵啥地方子挖啥？这挖啥看嘛光？你该涂水那位了。这一般你店家还是挖口了。挖口上涂水的那位了个。你店家就是结婚你店家在管没？店家在管没？现在挖口叫什么上头个讲嘛？这上头才一般涂上头才一般伢4块了嘛。那吃4块了嘛？好的。伢4块来这个啥？来这个啥都清大师傅还是困的这个。困的这个。金黄大师么都该头了一天就讲嘛。好的。头了个天就这个你这东西你个这个头了你就好个3天了这个。该天就讲嘛，该换你该走好。该头了哇子。头了哇这个，好哇这。好的。该换你走好这个讲了嘛，该这个换你谁的像个半天换你又是那时候讲嘛。好的。换你不叫换你干啥生活不子，生活就不干再干困退个讲。这样个咱们看啊，咱们看这医院的检查病提醒我他去新百姓他恐不受你微信的。好的。该医院都有了。好的。去马上时候你怎么啥忙给你了？
你啥子呀？这感觉这有可，别说话给去办说，我给咱干做成的个这干啥个点儿啊？这个话了，叫全球话了，这个话了，还有可能个咱们这啥装个片发个啥装的上这一个做咱个啥装个大是不干最占的一根烟，我可是他干最板上。后面这该可这。这可能看产什么都可能看在这个是，一下子小钱来不了的你。你个十个花钱圈花了10个花了叫没？嘞。咱你钱圈花了10花了去了是？你干10个钱圈花了个给你这搞上后来个叫的。考上多，给你这20块考上这个花了个。嘞。后来给他这种这班儿好多人不过，这个啥不赛都给你个啥军那个大奖。啥军奖啊？嘞。因为你空个在睡觉嘛。空个在睡觉。不是那个上光。原都是那个小个个子睡觉。也不是上光。原都上光要上光干这你一根烟我基本上还个子上的。那给你困的这个噻，这个是。困的干是困年了生活这个这个。困年了生活着，跟你这个噻给俺带个班儿去。对，光是蹲个这大了一块那个。可以给他困都来一块了嘞。嘞，就这个大。这个大一个大这个是吃本去，这个啥小本去嘛？哪个班儿睡觉嘛？哪个班儿睡觉？跟着混的一块儿睡觉嘛？混的一块儿睡觉。你会跟着听那个就跟着听这个就跟班儿讲个啥个？你就把肯定是一样的点点呗。嘞。现在你新把新菜单口走不收块。单口给你讲。不收块就是意思。该是类似啷个？该类似啷个？你新嘛走啥话来讲给你嘛？该你会跟班儿讲没给你？这啥问你没啥换了噻？俺带过是。没啥换才一个花嘛。一个花嘛，还是混的啥？24。20块多少了？下3周房。下3周房。3周个，你那花儿你，点了花儿你这你长门换了就可以了。嘞。长门换了个假是他不让我都困到不了。咱问你长门换是你花儿都算你长门伢子换了是？长门换了个到就是你困的没卡，这不拉得着的。你困的没卡噻，累不拉着。这累不拉困的没卡个，俺这撑起个上是那个这困的没卡快快个抽抽浪的。挺个啥浪？嘞。因为你用长门换了吧？长门换。像你困的没卡都困这花儿端不上，输入不是吃长门换了。吃长门换了。说换了如果这个该是。一下个输入个该往人该是受精当光，你这个是出口那个关系是你这个可能可上嘛？你看那个在这块儿你看那个。你看那个。那个。那你们那不了。到晚是跳嘛，然后可以跳嘛。咱问你，花儿对你提门不是噻那个？提门啥还是困楼去了嘛？那块儿那个。就长门花了，肯定这个是你别胡吃不拉倒了嘛。胡吃不拉倒了。你10年没啥胡吃不拉倒。这20-30年没啥胡吃不拉倒，口子也不大。你长门花了才天就这个肯定是。长门花了可还是这大是肯定嘛这花了营养是挖起老没？嘞。花儿你挖起老没？花儿挖起就是那是大酱。是大老没。大老嘛。大老没。你输入噻那个是。输入个跟你这个挖起哈子是把那个口子不着。就是你是大不是那个。是大那个。你提门不是噻？提门是在提门你干很苦还是不着？听到你们那个问你跟你困的黑老汉们跟你花儿就是养不出来提门搞你是你把它杀那呢？是那你帮？那你帮人？嘞。那你不是给俺这个他的？是你干最后干是花拉包该去老没呢？嘞。生活都是靠手上。嘞。养不起。控制手上这养他们他这些装事儿嘛。你个一头花拉你提门钢筋啥个提钱圈上花拉啥个喊着黑帮的，那你去过？是钱圈个一下这样个，这别人家这块个钱装不去是黑拉拉个没？真的。这块提门给你把啥子黑拉拉？黑拉拉个没现在，好的这不叫黑拉的。该这点还不没啥住老没？感觉钢筋这不差不多住老没？住老没？提门就住老也不少。嘞，没啥住老没？可一下子是那个干石灰，现在可能高层的干石灰，干石场子或者没啥子呢。那回头还也是要么啥的个，一下子可以困个花了，皮个的个就不那个啥的个，还往那去起来。
식찬도도 야글라고. 식찬도 그냥 전기에서 이제 공부 털고 하려고 식찬도 불라고. 안디가 이제 군타 이거 하려게. 아네. 아니 우리가 이제 식찬도도 불라고. 식찬도도 불라고 해서 한수 군도 붙여라. 어제 가다 군 시간 식찬도도 불라고. 아네. 그냥 가다 사블라고 있어. 가다 사. 한수 군도 붙여라. 그러니까 비싸게 찍은 준비 전 안디가 할 비대지 양 뜨셔. 영사 그 불로미가. 영사 주걸 한치 좀 삼을 살아. 주걸 사벌로. 주걸 사벌로. 아네. 아니 안디가 블락산 그냥 아주 할라죠. 저 티카는 군도 비칭 벌죠. 是比辛苦个有些这个人手长，这样个手长的还是个是手还难了，手还难是这样事，我来去上一个。你그냥你还搞得了？你看咋了？走来去这样再上一个嘛。자 오늘 너가 저렇게 클래스 가세요. 너가 저렇게 이제 저렇게 살을 저렇게 넣었을 살거.他이제 진짜 살아. 너가 저렇게 살고 이제 양 살을 이거 무슨 아니야? 진짜 살아. 살아는 건 너가 저렇게 봐. 아니 너가 저렇게 사사제. 그때还是我们花了嘛。要不是个花了了嘛。花了它主要花了。这把花了是还是空头开始给他搞了。因为你这个不是主流。这个主那边是来亲戚个才。这个上网嘛。这个上网。该是那个去了。了嘛。你弄一条那个拍啥子个？不那个都是拍啥子主人？不那个了。不那个了。可怪就。可怪就差蛮多嘛，个的。这是差不多了，他。差不多不拉可能弄一条还你不拉啥个？那个牙齿黑了都。还是这过年是，搞这边请到可是炒二年这搞这样。我听到了，你困都还这个这个了嘛？困这个了，困这个啥子还是困在酒店里，现在是酒店炒二啥子了？对吧？俺们这块咋了？俺们这块咋了？俺们这块咋了？咱们没啥换了三年，咱没啥换了对吧？现在俺们开点光。那个是可能花树，它就是个花树这很嘛。花树很嘛。对，怕养这个竹帘嘛。咱就果然的话，这很难，抽车不是。抽车黑了是喝俺的嘛，喝人家是嘴里黑嘛。嘴里黑嘛。你没啥你牙口换了，那不给你把你多换了就是。多可还了。挖去多去。挖去他跟这来去这老多挖去，可该还是土谁这种都不叫哎。就听这个了哇。人土谁有这种。土谁成都贵啥就是你把那这个花生那个这蛤蟆膏。蛤蟆膏没。土谁这看。这我那没啥换了是那，可能还啥事呢？先过来是。还是来啥啥这个。啥这个。啥这个。那我在那土啥没啥，你只可年就吃啥子？还是这专业干呀？专业干是你啥营养没？营养没啥种？那啥种样是把营养住了。把营养住了呗，反正。这啥我上那是吃啥子这个？上那是个大是个这现在。有些做干个这不那年是随便这大是随便给这老没现在是过好嘛，这营养这些干大了没？营养是接那个。接那个没？大走来吃这苗生那这个说看了没谈呢？苗生那说看个这猪肝那边的是看了。猪肝那边老些，但是别人家是这样可能嘛现在。这猪肝那你啥个也吃不啥个，不得这养看吧？火皮那个啥子？养我来。火皮是古吉拉。古吉拉。古吉拉这是什么？这是咱们猪人家不是那个嘛，猪那个但是现在个花园里面这个是猪跟养天空里面的。那没得了。那没得了。这就古吉拉个猪不猪这个就看到。其他也是养它的。现在把这个苗生是那个前2个这苗生这个才往这进了花了没新疆的。这个养护。不了。不了没。都像干你不是就不那个了没吃完都。吃完都不那个。不那个才你豆不了那个你知道不？豆不了。快门了。快门了。但是本身多那个粥都放大是。嘞。那还是不了。这个了放大是。那你这样子。你这啥子那个图啥没啥果是这样啥子？这样啥果？啥个你往人啥新人啥这可能吧？这是这样没？可老板听这太这个样跟着过没？好么？好的。这往人啥太空间床嘛，新人啥太空床嘛，棒比这棒。好的。跟你新人你听啥？你香树多了哈啦给你听。好的。上班滚的。好的。跟新人啥都给你在。
你形容啥事还是这要没这开始个人咋个子没这些。这啥问题情人上面都还养成他公司咋是不？听哪家生给？王人山都算。王人山都算是吧？还是这吃了？还是火箭去了？火箭起来是哪个代表？火箭起来是要么陆木工给他当了陆木工的吃个检查了这二年。陆木工你让我哪是来的？陆木工是几样本了没？都给你个啥给个啥个了没？啥个了？他个吃个检的这样的。棉花乘客头是这乘客是啥？有一个社科没得。社科这去跟社科。那火箭是他的了。这听了。这个我知道他王人山这样子知道是吧？这样打手吧，这个那打手那都那都不懂啊。给你压个这个就是。跟你多老才多讲啊这个。本来跟多可能没。多情况。常说多情况。我才多讲跟你这个讲。你们跟那多给压个定点使用就是。定点项目定点些别土木单门那个讲。你们这火箭给其他讲课本上面。听过这本项目的。这啥我回去咋上上这不是？营养。真咋是上上这？上上这啊。都。新人王人他过这什么啥去他个呢？你该是厕所上他去啥弄了？你没看啥的啥可能的？这没看啥，正考的可能嘛，现在他这还没可是经商的。对嘛，那个。要么个经商贵些的。要么就。肯定去了。去了。啥我在你过日别辛苦还那东西嘛啥？这过日别辛苦还讲我光啊这。啥你王人是块还你帮吧？王人是块还可以比较点个人嘛？花啥本了没？花啥本了没得？花啥本了？花啥本了没这样的块。啥问题？别人咋是都上了就是营养化的那意思营养啊是或者啥？你可别去可红啊！你去可是营养是了。营养是了。嘞。这随便去可你这但是炒上去了没得？炒上去可这个劲儿叫没？都没那哈儿这个过哈儿这个营养那是。营养那就那花式那就肯定没得过。花式那是当时就上过。就上过。嘞。营养那知道嘛？营养那就像花式那就上过。你过你知道去装上这没不是？像湖南都不需要延期周围的上。延期周围的上呢，都是给上子2天下都可办。就像啥时况啥上。嘞。给上得每天啥上没？给上办你给都天下都是办你都全都搞不来交啊的。咋个跟你有的去华南你给你社团去哪就上没？社团上嘛当时上的。有的社团都社团去哪就上噻。嘞，社团上。社团是不对，还是医院都治那个的，都跟你阿红治那个的，都办化归库子单就是空起来。办起来就上了。到那个钱上过没？知道没？别上过。别上过。这办化归库跟你阿红才9可好没人了。这是还是那个起码的啥子那个。咋问你没得你投来花儿想这今年这可啥装片放了？啥装片它健康片可不是？对，健康片可，健康片可比讲但是可是讲没得。何必啦？何必啦？这估计啦这个何必啦这个说啥子？这咋问你啥装片啥？你没养没得片看？抽车那片看哇？就专门抽车摩托。专门抽车了没？过日跑那边了没还？过日可没到，没到了，但是都是过日摩托贵，大概要这个叫嘛？18摩托叫嘛？18摩托这么贵没？18摩托贵不抽车了啥个？抽车了啥个？这娘去这边的18摩托啊，抽车啥？摩托跟抽车嘛，18摩托跟摩托灯嘛。灯嘛，像那灯嘛。嘞。你这看嘛？对，应该是灯是干啥？咋问你？这华拉到哪去那个开广起来去你别亲戚去你身上啥事儿？过日那事儿就是。啥时候不讲大事开上跟嘛样个就是和大神亲都是拿这空给别其实这个过年这2天刚在听俺讲就听个就上这个就可能。好的。为是吃3年嘛光没看上。你光没要事呢。好的。都过日老华那啥事儿在听上的光没。光没是哪个光没？啥我迪士尼个提到海你上多还是那个传说上多，
都见到去了哈儿这样看到说啥你光没？光没看出来。啊都啊你新塔克不是在那里面光吧？新光没，新北了。新光没，去新但是讲不讲就是跟他可拜。这大雁我拿这边弄咱这个没有，但是也是，我也这边拿这个啊这个不算是个新塔可拜的。哦。这个话那不当了新塔可。哦。咋问你新塔克还是塔克啥样的？新个花那个事儿没行。哈这都花了就行。花那个事儿没。哦，你们提着塔克去哦，了没？这他可以讲没？新他那吃个火腿的。吃个火腿个位置花那个事儿，关键门儿推光花那个事儿没？哦，你们提着塔克了哦，嘛？提着塔克没？这花那个事儿没噻。这个提着塔克没？咋问你见到啥种啥这样嘛？住那个嘛，都合不来嘛？啊，合不那这个样子。这个花那这个样光没？好的。都第二天不吃，第二天不吃了嘛？住你光。哦，光没。哦。不是那不打想住人家噻。好的。这是个我的。来。那个。他吃。哦，新吃饱啊。好的。哦，他是红的都不是让人新的。红的是快吃哦。就快吃了的。好的。啊，他是吃啥钱啥算你着？他吃2次你头疼还是么？头疼吃啥玩算你着？头疼吃啥是么？头疼吃啥哪娃儿都晓得钱。头疼吃啥上都是要么。该棍儿提就棍儿在那小那么损。好嘞，吃下棍棍儿提起过。好嘞。突然的。突然都在那小，在那个这啥搞头破个这样嘛，乱个这样没头儿。好嘞。该是个领导是当时跟那个山庄头那讲。哦，跟头头那个。好嘞，头头那个山庄头那个最听头讲。哦，都15大江吧可能。都大江没听头。15大江都，平常他们那些都不是你吃啥菜儿，人家不是那光没。光没。都打死你退人家把是，头疼多少是打来爽了。哦，退人家把是爽了。哦，退人家把是爽了。哦，平常啊，我看前面那边对你还是前面都吃啥这个是啥这个？都是打那光。都是打那光。都是打那光。都是打那光啊。打那光。这就人啥都给上你忙就去了嘛。头疼吃了。这个头疼讲的，啥子本科上浪子的这后家嘛是家手上弄了，听说困过不大中了又。哦，听没讲嘛。哦，听讲了。你这是家嘛和家一块正科上了。哦，你啥本科上的啊？啊，他是没有申请啥是打那光嘛？哦，是打那光。打那光嘛，合适了嘛？合适了。他我说你没有申呀就上娘对吧？是没知道给打。合适了呀就上娘。咱没知道了是这样。他是上面的合适了嘛？下面娘不知道没不讲。下面2浪有。2浪1嘛是。下面2浪1啊。啊，他是下面都画了。下面的画了，眼前帮了嘛都画了光。那啥，他那红的都画了光子都光没。啊，他们那些都比。那车子帮。那车都背了。那车子帮你要你唯一的嘛嘞。还记得人回到这上路。上路的唯一是帮。上路的唯一没了。哦。上路的唯一了。感觉唯一帮。这是吃丢了没钱了是哦。那个是。上路的唯一了。他们不是都他生前日子画那个就不着没？画那不着。画那不着。等你画那你那摊儿就要把手上就光没着。光没。但是要把光。他那东西还是钱是不是？还是丢了。那东西钱对肯定是画那个上路的唯一我不是。画在上路的唯一丢了嘛？肯定。跟在钱子上了没？跟钱子上了没？跟去那个钱子上那个都，没说这靠本事给丢long了，这起码是丢很多。好嘞。戳肯定戳，就本事是戳空了。好嘞。戳肯最后一个套儿他去跟人挂的结笔到戳上那个人。亲家这他跟丢的不多。本事，没说这本事给丢long了。那个最面是丢的不多嘛是？对，最面是起码是这。这他就钱子上那个的。好嘞。没说这本事给丢long了。好嘞。你看这钱子。这钱子这本事戳空了。这个你就戳他鼻子。好嘞。该本事戳他鼻给挂钱子，你挂戳可不然饺子一个套儿上去跟人饺子挂结笔，到时候戳什么那个人。那跟这个戳法词汇。这当时那都能光。我那只是戳过你这要么说起来2个，大陆子2个。好嘞。这是祝你这个是给力这个。你们5个上了。
5个签子啊。对，最近草能搞。都5个啥超市钱出去打工嘛。出去打工。就给你上那个也不是钱都不是给就5个出小嘛。对。嗯。那个主要是出小嘛，这个。还是本身楼下那贵的是应该你个啥个2楼没都2双光没给你个啥。2双光。2双光。做的那边可是给这号打工啊。这啥问题那个号可以影响么事？那号可以是真的比该谁这个那啥跟黄色样子那谁讲。好嘞。从我该这搞就是干丢了嘛，从这打个事儿了讲的。好嘞。人家没有成脑壳办法规则哈，那不然可是有不对了。那你给上报驾照，我说才给丢了讲，就这5年6年没那个丢了都拿了这些。你花那个这里报价可忙了，给我说这是丢了讲。好嘞。我也跟个他好讲没。再别听上脑壳子叫这样子只能够顾了的。好嘞。这又不对这报价丢了讲呢。好嘞。这地方就是才进20几了嘛，这年轻小伙子。20块钱只是搞上辣椒没的。给你都不晓得报价弄丢了着嘛。报价丢了着嘛。花那还没呢。报没。这我说多了。应该报价那本科上过没？本科上过。报价都不晓得花那光了，那条你知道是。这那是大四个这边比亲戚这正拿东西花那个嘛。拿东西花那个嘛，是花那个。这个帮还有面才这啥呢？听这个了嘛。这拿东西花那不吧？拿东西花那嘛。那是国民。长话我想听别个吧。我讲那也本科别个吧。本科别个。这你比啥？40分。你比啥个才这还贵？那边40分上去。那不涨，这40分可是挺贵。贵呢。贵。这俺国家还有个帮。还有个帮。40分可还是挺贵这年轻人。这个30左右这。那个不大贵，听着这么讲。这我说多不是讲。咋我感觉就看你别年轻人类型样了没呢？胖是类型样，我感觉你不管你微视慢慢这没拿上的，那你肯定有。现在可那个。哪个？打我们那是。打什么那是可是他之前你这个毛主席，一个红口给打叫人。好的。一个红口给打，可是你这打这开黄个讲这打，这是新疆嘛？这还是胖子改烟给打的。感觉改烟是国给打的。改烟是国给打的。纯给打的。都是钱破出上他现在感觉就是国光啊。都是给打个下个号就可以。下个号这个深层的是国光。那国给打才讲嘛。深层的是。咱这眼前看那是有点号金孔子是打了就可能了。好嘞。你这是金孔子是光大家3要钱光的。好嘞。我看前面都查了过没钱啥子。是哪个没说。好嘞。跟你上楼也不是跟人家不是都能看见嘛贵呢。这么难久了。只能看过。8年不是2大光没。过。他是没有喊本科去上过。没有喊本科去上过。慢慢在本科上嘛还是。这肯定有不然他只是本科没喊空调嘛。那种类的这几年班了。那种类的这都8、9年班了。8、9年班了。钱啥丢了没？钱啥丢了？钱丢就9年都那个丢来着。是咋了吧？这个可能大四那个是龙门阵对了。我感觉回收是龙门阵嘛。对，龙门阵对了。回收都起不起都要的。都要了，去卡帮。新的那个航班或者回收航班或者样丢那个庄稼吃。这啥丢了？开完车庄稼吃了个，庄稼吃没开完车？好的，庄稼吃。庄稼吃了没？好的。庄稼这3个要好来着，比现在小些个。3家我让几包没可能。3家我这搞吧。我管没这个丢的。我管丢了光。管丢了光。我管丢了光。你们样丢了吧？啥国家的？啥国家丢了？是民主2年打5打民主3丢了光吧？3丢了光。不是这丢了光啥？春秋打就丢的不？从那个丢那边那是这比较谁就叫啊？老虎包括那个丢了光吧？老虎。好的。老虎包括那个丢了光吧？那个丢了光。好的，老虎包那个丢了光是？那个丢了光之后呢，其实3江啊。听个庄稼去该走啥国家，可是走不啥江啊？不是。是啊，我看那老汉子肯定是哪丢的吧？这你个样嘛个第2个光头是？
要么去点光。看三百克拉光。哦，对，是这个，伢那就是这样，这更黑呀，这里那这才，可叫嘛个子传说，这个叫嘛这但是现在才来了，可没这点光没行。当时吃了可那个吃了那对那个吃了扑出去叫嘛现在要没劲。知道，当先扑出去叫嘛。扑出去叫没。现在我得得客房给大家都花了2张没。那当时客房给管宁可才经济。就基本上得客房个2张半。这客房给23万才领嘛。好的。应该咋那是？19点了2张啊。19点至少没比行。19就开始啊。19就只回阳上3个都只得就叫没。就是别清楚只会叫没。现在我们都加入可顿是这样嘛？这月都下光没？这没问题，月都是加了光没？加了光。你月都本团队这不给买个花生都加这个。加上。都别现在可还加了光没？光没现在。你可前置不是还有光没？连上了可得阳光。其他这些岂不是平时过是改成的坎儿去坎儿弄啊？就去过上。坎儿长啥坎儿来？坎儿弄嘛那个光没说。平个比现在他改成坎儿他光没说。就坎儿弄没。前置光没不呢？光没不是光没。光。改成坎儿去坎儿弄了，这行老不是快弄。这大概是这样没这是。你拿着年了就让你回收养不吃生短嘛？要么去点光没种子。好嘞。要么去点光没行。这差不多都慢慢在前面留几把伞。前面留几把伞回收后咱是没。他是去弄。是去弄没。这个炸嘎他这个腰是打他这个没有成你吃了就是打他给你吃出来个小块儿的。挺弄。都该是开始丢那马上了，上光没还。上光没，这该是丢的不是挺啥，其实个丢的不啥子名啥，但是要拿还是从会挂这回收后那个是不能没得。到后头那可能挂星期五嘛。那是挂星期五。他是你多少30？该我拿光。拿没嘛？你多少30星期才过人来帮办？帮没挂啥新闻没？马甲。吃甲、马甲、王甲，裤甲。辛苦鸟病。辛苦鸟嘛。你是过人没啥事的没？过人就把头那啥的嘛。把头打鸟。他是混的是挂星期五，你多少你过人没啥帮没？把头打鸟。把头那这是挂包的。平时挂其他啥的嘛？他是农场都不是你那个你看嘛都不是户数去都在那边。50户。张山都30户嘛，你就50户。你那就乱讲啊。都不是挂土名没？土名都还没下光没？光还没光。这是不是也光没？光。